般人要跟我定制家具，我第一个你自己来做，好，材料费一样嘛，然后工钱本来要给我赚的，按你自己赚嘛。自己 DIY 做木工家具，假日教室里几个学员各自埋头，十分专注。第一堂课就是练习这种感觉很暴力的机具，线锯机啊，然后这种修边机的。负责指导的张明和花1天时间教会门外汉可以完成吊臂柜，之后马上进阶，学员们自己设定目标。来自工研院的林爸爸计划为儿子做楼梯可以收纳，还有溜滑梯的儿童床，而隔壁的江嘉文即将完成一个收纳柜。男生就会说去买就好了，但是以女生来讲，她就会想要是有比较 unique、比较独一无二的东西在你家里，跟别人不一样的。为家人为自己的窝量身打造，里头有满满的心意。不要冲太快啊，慢慢的钻。张明和特别鼓励夫妻一起同心协力，别以为自己不行。张明和自己也在金融风暴被迫从科技公司提前退休时，找回遗忘的另一种能力。经过我的老婆、全家人的鼓励啊，说你会做木工啊，然后现在你可以把你会的东西跟大家分享，有没有？唔甘免受孽性，左边款。啊，不认输的个性做给你看。老板讲的是新竹的海陆腔，四线我们说你敢面数你的心，周不空。喜欢看一家人一起做，张明和也怀念起跟在祖父和父亲旁看他们做木工的小时候。为老人家留下的八卦床翻修做成新家具，他把心中的感情透过双手传递。上课喽！唔敢面数你的心，周不空。唔敢面数你的心，周不空。